2024新世代主播夏令营第一梯次的活动，7月31到8月1日登场。首日课程邀请到南台科大黄琼仪老师，带领学员认识如何让 AI 成为好伙伴，并教导大家利用 AI 网站制作个人的声音替身。然后这是你的创作哦，你跟 AI 的共同创作。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主播郭文吉也在课程中分享新闻怎么来等采访秘诀。当地的一些社区的照顾和老人的关怀也特别重视，所以都特别会写这个题目问他。主播秦碧纯也亲自指导小朋友播报新闻及主持节目的诀窍及重点。待会你们就是看着这个念，一样坐上去记得，坐上去之后抬头挺胸坐好。此外，主播夏令营也将课堂拉到户外，由巨汉商业摄影郭聪南老师传授如何利用手机拍出好影像。先构图好，来，再试试看，再靠近，再靠近，再靠近，对。第二天的课程由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企划许曼珍为小学员带来媒体素养最前线、聪明乐听人是我及媒体识读相关的知识。有人看这件事情是9，有人看这件事情是6，所以媒体识读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子，你要全面性的去看，不要只看一个单独的一个片面的消息。台南市政府参议黄耀国也亲临现场，勉励学员，并强调媒体禁用权的重要性。希望你们在这边呢，应该是有2天的时间，希望你们都能够好好的学习。那禁用不是那个抱得越近就好啊，你是了解它而去使用它哦。经过2天的密集课程，时间来到学员最期待的实作环节，从配音，只要加入账号再分享出去，就能下载免费贴图或领取优惠，这是真的吗？采访，录影，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试试看，对，调整看看，对，这样会人太大了，对。播报新闻，让每位学员自信展现这段期间在主播营的学习成果。大家好，我是蔡轩浩。大家好，我是蒋佳怡。大家好，我是陈佑安。大家好，我是刘盈轩。大家好，我是王宇杰。大家好，我是王佑胜。大家好，我是钟子云。大家好，我是陈永轩。大家好，我是周丽彤。大家好，我是赵云珍。大家好，我是刘哲平。大家好，我是胡洁仪。大家好，我是侯欣彤。大家好，我是王耀珍。大家好，我是刘允彬，欢迎收看8月1日星期四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三冠王双子星举办2024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带领了学童了解节目制作过程，学习采访新闻、播报新闻以外，还融入了最热门的 AI。课程丰富有趣，让参与营队的同学收获满满，也更认识媒体。感谢您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活动进入尾声，主办单位也颁给每位学员结业证书以示鼓励。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感谢学员热情参与，今年夏令营课程相当丰富，相信大家应该都收获满满。明年度也会再根据科技的发展，再更新课程内容，让夏令营活动一样多元化。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